葡萄，当年给你的地也就够你一个人的口粮，你那舅老爷咋办呀？瞧你那脸上的笑，啊，你想戏人的吧？我前2天叫我的下人搬了个梯子，我一个人上去的。我特意去看看你那舅老爷，你舅老爷只比我大5岁，他咋就老成那样了呢？他脑子好使，你年轻的时候还比不上他这会儿呢。如果他那脑子不好使，能整出那大动静来，葡萄，我咋就没有看出你是那样好的孩子呢？说的那位松山浩二同志啊，我已经查过了，他不是我们洛城地区的。我已经致电给附近的几个战区的书记，叫他们也帮忙查查。要是有新的消息，我会尽快的告诉你。谢谢丁书记。如果能找到这个浩二，那对我爹的方案就大大的有希望了。是啊，这国民党政府啊，真是草菅人命啊！咋能这么草率的定人罪过了呢？还有我。啊，那白马老头是谁？哪个白毛老头？人家在你家院里都看见了。你倒是消息听得快。那我舅老爷咋了？你呢？哎呀，让朱县长久等了。孙镇长，这好些日子不见，你这身子骨还挺硬朗的。哎呀，硬朗啥呀？这日本人在的时候啊，落下了这腿疼的毛病。这逢连阴天，这腿就越发的疼了。哎呀，让朱副县长见笑了。这么说，孙镇长是在怪我了？哪里？哎呀，朱副县长年轻有为，雷厉风行，那快就把案子给破了。我这感激都来不及，哪能怪罪呢？引虎的。是。哎呦！我说孙镇长，你好有福气啊！哎，你听说过你另外的一个媳妇儿院里的白毛老头的事儿？哎呀，朱县长，那都是孩子们瞎传的。有一个几岁大的孩子呀，看差了眼，让人们一传呢，就越发的邪乎了。是吗？嗯，孙镇长，这纸呢是包不住火，万一上面调查白毛老头的事儿，你这镇长的包庇罪可是不小。多谢朱副县长提醒，我心里很清楚。还记得上次上悬崖的事儿吗？不是每天运气都那么好，到了总得有个人承担罪过不是？舅舅，怎么办？这混得很，还不知道老天爷咋收了他去。只可惜，我能不能看到那一天呢？哟，都
都嫩大了，快渗了吧。不行，我进去坐坐。啊，进屋了，火空了，我给你烧水沏茶。灶上烧着火呢，自个儿屋里坐啊。瞧着是长胖了，怀娃的时候可容易饿，可得多吃。就瞧瞧我那花花下的小狗呗，可心疼人了。哎，你好吃蒜面不？我多擀点，你在这吃。好啊。感情你也是来找白毛老头的？不是我自个要找，他曾经也是我的公公，是有人逼着秀秀找，他是我现在、将来，直到永远的公公。你要找我舅老爷啊，那就甭找了，他走亲戚串门去了。不回来了，不好说，看呗。那我走了。慢走。我现在就一个心思，就是我肚子里一户的孩子。葡萄，你啥心思？可多。舅老爷，不得劲儿你就吱一声啊。舅老爷，衣服、单的、棉的都搁在床头了。布置好了，摸得着的地方啊。修缮的不赖嘞。桌上是一大包馍，2包白糖，还有水，都搁这儿了啊。哎呀，这可美着嘞，素净。舅老爷，可不行往外跑，摸远了就摸不回来了。哎呀，摸熟了，我就可以往远处逛逛。我隔1、2天就来看你，给你拿些吃的喝的。总往这儿跑能中啊？这10几里山路嘞。不怕，我都给你收拾停当啊。有，真是奇了！我这半辈子还没见你哭过来，你哭啥呀？把舅老爷放山上，不就没人看见知道了？他一个人站在山上。
真的要慢慢被天收走了。山野里的黑夜，白天，还是分明的很累。我这没瞎完的眼睛，还能变出来。哎，葡萄蒸的馍，炝了干面，手里掂掂有半斤。哎呀，吃一个，能耐一天饿累。好太阳里头，我能变得出东南西北。东边的杂树林里啊，榛子浪霜打，太阳晒，就发出了一股湿木头的香气。西边的干河里有螺丝，有蚌，有活的，有死的，有活的死的混在一起，发出了一股腥臭的气味。我闻着了，我能吧？你能，这天底下再没比你更能的人了。你没白嫁给我这个能人吧？我得拾柴去了，天儿冷了。
婶儿啊，这是老鸽子蛋。敢不敢吃啊？那老鸽子回来要伤心了。你不要背着我灌葡萄啊！我啥时候灌葡萄了？你当我没看见呢？他挑了一担土，你还用那锨给他往下刨刨。我是怕咱铁脑娶个矮媳妇儿。我就是照死里累他，照死里喂他，再过2年就能给咱铁脑圆房了。哎呀，可我的胡子、头发全白喽。娶媳妇的人要留胡子的。你还是这老法儿。谁说我老法儿了？我就不给葡萄顶那红盖头。好吃不？等下边风声没那么紧了，咱就回去，用不了多久啊。我没事儿，我找着人说话了，日子过得可快乐。天冷了，别老往外跑，当心冻着。不出去可闷嘞。恁多年，把我闷坏了呀。听他爹，再过去就是太平镇了吧？是啊，哎，媳妇儿，要不一会儿祭拜完了，咱就再往前走走，也让晴瞅瞅这山下的太平镇到底是个啥模样。哎，那个挺他娘，是不是也住那儿啊？是啊，跟他一家的还有个二大，比豹子哥都能，啥都会。就是前些年不知为啥给进了个汉奸罪，就这样被拖去河滩上给毙了，太可惜了。等一下，等我们祭拜完了，弄啥吃的嘞？等一会儿祭拜完了，我给你弄锅盔、泡馍、小米粥，还有去那个山坡上挖一些野芹菜。老爷爷，你是不是神仙？老爷爷，你是不是看不见我？是不是挺啊？看把我娃吓的，不怕，不怕啊！孩子，我啥都知道，你是不是想问我？你咋知道我叫挺嘞？我啥都知道，我知道你爹你娘住在后山，离这儿几十里。我还知道每年都有个阿姨去看你。我知道你喜欢抓蚂蚁，你最喜欢风车嘞。我啥都知道。你怕不怕我呀？不怕，老爷爷是神仙。我知道，挺好好的，我吃醋了。好了，孩子，你娘等你呢，回去吧，啊。
不管是谁的媳妇儿，都是爹的闺女。葡萄愿意给爹当儿媳妇儿，给铁老当媳妇儿。带我爹上哪儿？快点！黄土都埋到我的眉毛了，我凭啥还活着？那你又凭啥要死啊？报告。孙师长，赵军长有请。我一守军令，这样率部出发，赵军长这时候找我，恐怕要耽误行军了。属下也是传达赵军长的命令，请孙师长不要为难属下。好吧，你们在门口等一下，我把枪卸了。是。师长，您这是去哪儿，师长？哦，军长找我有事，我去找。是。军长，您找我。杨虎来了，坐。不了，您有事儿就吩咐吧。按照我们的作战部署，今天是我率领全师官兵开拔的日子。杨虎，真不愧是党国的栋梁啊！我找你来就是要和你商量一件有关你我切身利益的事儿。属下笨拙，请军长示下。眼下全国的形势，相信你也清楚。我们洛城啊，眼瞅着就守不住了，共军得势，我军败退，时不与我啊。军长接到上峰的密令，要我们保住党国的精锐人才难撤，以其东山再起。这不，我和军长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孙师长。属下还是不太明白，不让打仗，让南撤。不，是让下面顶着，你和我们一起南撤。报告军长，孙师长的4师官兵不顾阻拦，已开拔离开师部。下去吧。杨虎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怪我。我没想到军长找我有事商量，所以早下了军令。您也知道，我师一向是另出计行，师长在不在倒没那么重要。我这把他们追回来。算了，我本来就打算让他们上前线顶着的，早走晚走都一样。你就留在师部，随我和许参谋长一起南朝。多谢军长抬爱。这样吧，允许我回趟太平镇，把父亲和妻子接出来，再和您会合。不用，我早已安排好了人手，你就随我们一起南朝吧。多谢军长费心安排。军长真是思虑周全呐，在下佩服佩服。走。报告，已经报备完毕。大家跟我记着，赵军长只要活捉孙英虎和老婆和爹娘。哎呀，看见这孙师长起义失败了，不能吧？这我们是按照计划收到秦旅长的信前来这里接应家属的。这要是失败的话，那谁给咱的信？那咋整？你在这盯着，我去拦住孙夫人。哎，快！赶紧敲门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小姐，你干嘛？我们是解放军那边派过接你们的，可是刚到这边，国民党大兵已经包围你们家了，你不能再回去了。说什么？国军包围我家了？啊！营虎呢？孙夫人，你有所不知，孙师长已经起义投向我们这边了。我们原本是来安全接你们撤离的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该不是营虎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孙夫人，孙夫人，你怎么要生了？那我带你去医馆吧。不能去，不能去！搜出来，孩子就完了，不能去。咋办呢？去扑他呢！去扑他呢！你忍忍，忍忍。你家老爷呢？这个出来。我们家老爷马上过来。那官爷，你请坐，我给你倒茶。我问你，你们家少奶奶姓什么？姓王还是姓李？官爷，我们家少爷还没娶呢，哪来的少奶奶？你哼！官爷，我知道真真，大不了我两个一起抓，给我搜，跟我到这边搜。哎，官爷。官爷，我是孙克贤。孙英虎是你什么人？孙英虎是我儿子。那就对了，抓起来！哎，你们这是做什么啊？我们老爷还病呢，你们都是谁？你们想要干什么？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杀人呢？我究竟犯了什么法？你们这样的随随便便的进入我的家里头杀人？罪过的是你儿子，谁让他通共了？实话告诉你，他认为你被赵军长软禁起来，这不，我们就奉命带你们和他团聚。我们？哼，孙英虎，他只有我这一个爹了。老爷子，你也耍我呢？啊？你们家还有个儿媳妇是不是？他还没成亲呢。你，我把人搜出来，我看你怎么说。报告，都已经搜遍了，家里没有人。你们家少奶奶呢？说。啊，少奶奶，她出去了。往镇上搜。是，走。葡萄，葡萄，葡萄，快开门啊！来了，谁呀？开门！
长家里来了一大批国军，气势汹汹地说要抓孙镇长和孙夫人。我原本是去接应他们撤离的，没想到半路上他要生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别往屋里走，怕被人发现。你下去，走，忍着点，没事，没事没事。我先下去。来。别怕，我在呢啊！生娃是挺容易的事儿，挺挺就过去了啊！别怕。开门，快点，快点开门！来了，快点，快点！关爷。我问你，曾慧贤他的儿媳妇儿，你见过了吗？关爷，您开什么玩笑？克爷老爷家的媳妇儿，我们哪能经常见到呀？对不对？你一个人在家？这不可能，我老爷子串门去了，我媳妇儿正在田里干活呢。你这院子还挺大的嘛？啊？年景好的时候，家里做过点小买卖。不错，确实不错。哎，我问你，这孙克贤的儿媳妇儿到底是姓王还是姓李？哎，关爷，镇上都在传呢。这正儿八经的，一个都没娶过门。孙银虎这小，平时看起来正正经经的，暗地里还挺风流的嘛。啊！哎呀，人都这个。是呀，你我都一样，没事干，出去转转溜达溜达，是吧？哎呦，这房子挺不错，挺大啊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哎呦，那个呀，那是我让冤家帮我宰鸡时滴的血。这你家媳妇儿？我呀，我是他实在里的媳妇儿，露水夫妻，懂不懂？哦，懂了，大媳妇儿。冤家，你说这鸡毛那么难拔，你帮我拔了呗。好，我帮你拔。哟，脸红了。他们家院里他敢脸不红吗？回头让他院里那差事上，给我把他骨头拆了。哎呀，是啊，兄弟们，咱们走吧，别打扰他们了，打扰了啊。那我们走啊。哎，好啊，走好。走了，来，女娃子真漂亮，长得像妈。瞧，取了名没有？我叫鹏鹏，娘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长大。平，你来受爹娘受的苦。你抱着他啊，我上去瞧瞧，歇会儿。起来，弄啥？葡萄，我求你一件事情，成吗？啥事啊？你说，帮我。为引虎，我把病带他。你要弄啥？就在他们手里，银虎八成也出了岔子，我要去跟他们一块儿。哎呀，这是干啥？银虎说的对，我以前是叫失去的孩子伤了蒙住了心，才会看不见你的好，对你百般刁难。可是。人到了生死关头，才会灵台清明。小飘拦住我的手，我只觉得万念俱灰，我觉得孩子也要离我去了。但是银虎的话却清晰无比地浮现出来。他说，无论什么时候，葡萄都是一个值得托付性命的人。我竟一瞬间地意识到，你们是生死相交的朋友。葡萄，我求你。帮我把病带他，即使我死了，下辈子，我一定记得你的恩德。我求你了，这是何苦？没说的。从今天起，平就是我王葡萄的女儿，谁要是敢欺负她，我就跟他拼命。你带秀梅走的时候，我在旁边瞅见了，
我一想啊，你们准奔葡萄这儿来了，赶紧跟过来瞅瞅。那鞋点子滴了一地，没别的法子，只好栽个鸡虫树呗。是大嫂，这次可真是谢谢你了。要不是你，别说我小朴这条小命，就连葡萄他们也都危险了。说我啥嘞？葡萄，秀梅，你这肚子假的，骗那些野往。秀梅，真的不抱抱拼？不了，抱了兴许就走不了了。走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得回去。谢谢你，小朴。谢谢你们这么真心的救我和舅舅。可是你这身子咋撑得住呀？葡萄给我吃老龟膏，可受用了。那么不容易才逃出来的，你回去干啥？那帮阎王不逮这个人是不会罢休的。我不能害了咱太平镇，而且我得跟舅舅和银狐在一起。这眼瞅着一刻钟又过去了，不又得多死一个人？哎，真是，秀梅来了。你傻呀你！你回来做啥呀你？爹，这是媳妇的家，不回来，我能回哪儿呢？你姓什么？我姓李。看你大着肚子，就不帮你了，一边待着去。等那个姓王的回来，一起上路。一个小寡妇，也值当等。我可听说你们两个都没过门呢，那还不在一起啊？过门了，她也只是个妾。凭什么？就凭我肚子里怀的是银狐的种。好，上头让我们抓2个，现在还打一个小的，够家产了。兄弟们，带走！走走。快点，快点，来来。